其實勁 I 嘅人咧，通常講嘢特別一針見血，而呢一樣嘢其實係銷售行業裏面係，我覺得其實係一個比較緊要嘅嘢，因為好多時醫人咧都好忙住咁樣對外咁吸收能量啦，但係反而咧佢就會忽略咗究竟點樣去觀察人哋嘅感受啦，同埋真實嘅想法。咁所以係咪一個好 I 嘅人就唔適合做保險呢？唔係，但係同一時間你要知道個行業裏面都有一定嘅程度，你係必須要見人。其實睇下團隊風格嘅，即係你揾翻一個比較正常啲、符合而家後生仔嘅團隊，你要揾一啲令到自己舒服嘅團隊咯。即係譬如以我嘅團隊為例，其實我哋冇過多嘅會議啦。OK， 我哋只係定期咁樣 update 啦。跟住咧，我剩翻嗰啲嘅活動咧，我會話呢啲活動全部都係 option， 一係要諗清楚入行嘅原因，因為保險唔係坐喺度就出糧嘅行業。OK， 你覺得自己如果你覺得自己唔夠搏唔夠搶，你點樣入行先？